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这检方调查连续造假案件，带走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等等4个人。将国民党是大动员，招这支持者做伙去抗议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伊冒去到场，佮主张着爱来倒告改选国会，对总统赖清德发起无信任的投票。 民进党团表示讲，这由市长来讲倒告实在奇怪。原来行政院长倒应台是讲倒告就爱看人民，行政院未来评论。 大罢免持续伫进行，北检侦办无实在连署案，约谈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等人，和市长蒋万安嘛响应拿赢，就去北检前抗议，表示今仔日无站出来，明仔载大家可能就会变做一个受害者，也佫呼吁立法院应该爱罢免行政院长。搜索完民众党党部，接着国民党，你没有看过哪一个民主国家发生过这种事？我现在不是立法委员，我也没有任何党职，我就提出一个主张：如果 赖清德总统因此解散国会，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决定台湾的走向。发展到今天，人民是否同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。至于倒阁，就宪法上而言，行政院是被动的。 行政院倒应台表示，家己无评论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透早是罕见的到立法院党团开会，表示卖甲其他在野党来讨论倒告。民众党是烦恼，若是赖总统无落台，安尼台湾就会有60天无国会监督。啊，不过民进党是点出，由首都市长提出倒告这个议题，真奇怪。应该是我们不排除的一个选项，但是我们一切这个团结看。 整个党团还有党的决议，你重选国会，结果赖清德还在这个位置上，这哪是叫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？如果要检验新民意的话，不是民进党选书翻桌啊，最好的方式是总统跟国会一起重选。 我们当然不必要随机起舞啊！公民朋友发起的罢免案，这是宪法救济行为的现在进行式，不要为了就罢免，现在胡乱的提出倒阁。根据规定，立法院经全体立委1/3以上联署，会当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无信任案。若是超过一半以上赞成，然后行政院院长爱伫10天内施政，而且会当同时请总统解散立法院。啊，不过若是无信任案无通过，安尼一年来 是袂使阁提无信任案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